万里采参犹如贝，所以这个题目，这幅画的题目就叫《漂亮宝贝》，它本身就是很漂亮。我很用心画这幅画，我尽量尽量来表达它的美，它的真，我很喜欢，我很满意这幅画，因为每一年我都会画今年这幅画是我很得意的一幅画。这是农夫市场，是我们黑沃的农夫市场。我现在都会差不多礼拜六都会去那里逛一逛，因为有时候在家里一个人画画，有时候生活很单调，所以我会利用礼拜六的时候等于是去赶市集，去看看热闹，顺便买一点菜回来。而且那边的花都很漂亮，尤其兰花，那个兰花实在是很漂亮，价钱又很贵。要买一些东方的蔬菜带回来，又便宜又新鲜。这幅画我花了很多时间构图，看怎么样组合，怎么样上颜色，花了很多时间这幅画。效果还可以，因为至少我知道这是我在画我住的，来美国住了快30年的地方叫黑沃，它的农夫市场，那个农夫市场是在那个City Hall 的旁边，所以远远看过去就是 City Hall，很写实。这幅的那个诗叫农夫市场，农作收成赶上市，夫妻居家逛菜场，农夫市场。我希望明年，我现在正在学书法，希望明年我可以自己把这个内容写起来，然后盖贤章，盖我的名字，成为东西文化都有的作品。这幅也是金鱼，这幅画的感觉很可爱，很飘逸的感觉，在动的感觉。这个画的尺寸并不是很大，可是框起来还不错，不会那么小。我喜欢这个色，那个线条。这幅画本来是去年要拿出来展览，觉得好，所以就放着。今年拿出来的时候，好像还不错，所以我就决定拿出来，因为画不一定要画得很清楚，有点朦朦胧胧也是一种美。还有这个是我给它起名字叫朦胧美，好像有，好像没有。那这个这盆兰花是好朋友那个 Grace 送的，她昨天刚从台湾回来，专程来送这盆花，实在很谢谢她。